昨日上帝阮主持伫你的圣殿，阮要来敬拜你。伫即个神圣的时刻，阮带着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阮恳求主你的圣灵接纳阮，帮助阮，互阮会通伫圣殿内底得到安静，互阮会当伫圣神的内底来得到扶持。祝今仔日的礼拜，互阮的心全然分别做圣，互阮会当伫主你的圣殿中间。来脱离这个世间对阮做搅扰不安，也互阮会当伫主你的话内底来得到洁净。求天父上帝施阮祝福，互阮今仔日的礼拜会当伫主你的听的内底来得到帮助。主祝福每一个进入主你圣殿的阮的兄弟姊妹，互阮会当全然伫主你面前重新返璞归真，互阮会当亲像主你原起初所赏赐阮迄种的平安喜乐。佮充满信心安然的信仰的态度，求天父上帝帮助阮，阮伫今仔日的敬拜，所有侍奉的当中，无论是圣歌队，无论是敬拜赞美，无论是诗会，祝福阮带着敬畏的心来做阮的服侍。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圣神，也互阮伫服侍的中间来得到喜乐。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妈妈待会就来。欢迎您来啊！谢谢谢谢，欢迎您来。也很好。对。昨天觉得蛮温馨的。是啊，你上帝把你的心意，上帝知道。昨天东牧师的祷告，我觉得很感动，谢谢你。上帝祝福，听我们的垂听我们的祷告。好，请坐，请坐。亚瑟兄弟。
大家平安，平安。让我们一起唱诗歌敬拜上帝。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王。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圣洁
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加上医治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这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这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加上医治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加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加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是加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敬拜你。宝贵是加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是加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加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不改变，你的爱永不改变。大家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求你将十字架放入每一个人心中，将我们分别为圣，使我们有一个圣洁和正直的灵。主啊，我们要一生跟随着你，做你的器皿。求主的爱照亮黑暗，为我们指引方向，复兴我们心中的圣洁，和世人传扬你的生命。求主做我们一生中随时的帮助，赐给我们力量来改变自己，让我们活出基督的美善。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那我们一起来唱复兴圣洁。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
吸我，心中的圣洁，叫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之名。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以身作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心我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真实的灵。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叫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之名。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我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
请照角。全地着用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鹅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鹅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息到万世代。阿门。世间情路拢着点情，牺牲徛伫面前，我的看入世间相处，当阮的伊受死，上帝降临伊的圣殿，咱着敬拜神的天。请咱三角来吟圣诗，学乐敬拜咱的上帝。圣诗25首 A 调，万军的主，至圣的厝，请咱起立吟全首。万军的主，至圣的厝，是你家的所在。主耶和华，你所见过，你我
请咱三甲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日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到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这请坐。请咱三个来启用，启用文28篇，诗篇139篇，我来启，请咱来引。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捌我。我坐落去，我爬起来，你拢知。你对远远知我的念头。我行路，我倒伫眠床，你拢详细知。我一切所行的，你也深知。耶和华，我的嘴所讲的话，你无一句毋知。你伫我的前后为我，看手伫我下顶面。这款的财物奇妙，我袂会测度。真悬，我袂到。我要去打落闪避你的神，我要去打落闪避你的面。我若上天，你伫遐；我若困伫阴间，你也伫遐。我若天开清早一时，飞到海的极头来徛起。就若伫遐，你的手也要引带我。你的正手也要牵我。我若讲黑暗要热砍我，到四围的光要变做暗暝。就黑暗也袂热砍我，互你无看见。黑暗亲像日时发光，黑暗甲光明，伫你看拢是一样。上帝啊，你的意思对伫我到这宝贝。才会少囝到遐尼多。我若要算伊，比海沙较侪。我困精神的时，犹原甲你三角伫地。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试验我，知我的意思，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带我行永远的路。阿免。接下咱来吟圣诗，圣诗180首，愿主点阮中间，请咱一个吟全首。愿主点阮中间，应告我观念。时间，受阮的罪
这时，请人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听阮的天父上帝，我要搁一摆感谢俄罗你。伫圣主日，我搁一摆做伙组织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求主安静阮的心，愿放落一切挂虑甲重担，专心仰望你，寻求你，亲近你，敬拜你。听阮的主耶稣，你呼召阮成做属你国度的百姓。你爱阮分别做圣，将生命还献上做活祭来荣耀你。主啊，恳求你用你的话搁一解来更新阮，求主甲阮做清气的心，互阮的内面有换新正直的心，互阮成做主你所欢喜的儿女。慈悲怜悯的主，阮要为着受苦的人向你呼求。台湾这几日受到大雨的影响，真侪所在淹水，农作物损失较严重，人的心内也无平安。求主你怜悯这块土地，风雨已经过去，愿主你的平安进入人的心中。怜悯人的主，我嘛为着伫真远的所在的委内瑞拉来祈祷，因为地动的灾难，真侪厝倒坏，真侪人死失受伤。主啊，恳求你的怜悯安慰，亲自临到迄个受苦的地。求主你兴起世界各所在的资源甲救援，互你的听临到伫迄个受苦的国度。是阮的主，这时阮要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你，求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圣会中，互阮伫敬拜中灵命得到更新。愿你的真理的话语搁一摆光照阮，互阮的生命搁一摆分别做圣，全然来归属你。阮安尼同心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帝有靠，就是拄起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靠，就是拄起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靠，就是拄起世间的罪。俄勒请圣歌队。
请咱三甲来恭守上帝的话。首先，咱来看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19章第5节到第6节。出埃及记19章第5节。当恁若实在听叹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对列国中，恁要做我家己的宝贝，因为全地拢是我的。恁要归伫我，做祭司的国，做圣洁的百姓。这个话是你所着甲以色列人讲的。咱搁看另外一位的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7章14节到19节。约翰福音17章第14节，我已经将你的道理予因，世间怨恨因，因为因无属世间，亲像我无属世间。我毋是求你，予因出世间，就是保守因脱离歹个。16节，因为无属世间，亲像我无属世间。愿你用真理，予因成圣。你的道理就是真理。18节，亲像你找我入世间，我也找因入世间。我为着因来做圣，予因也对真理来成圣。以上正道分别做圣，归予耶和华，请曾牧师。咱的上帝是至圣至尊，咱就将伊应该得到的恶乐归予咱的天父上帝。咱的上帝是圣洁，咱既然已经信伊，咱就要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咱虽然做袂到，但是咱通祈祷，咱做伙当心来祈祷。换命的主，当你的囝儿查某囝倒来到厝里，伫教会，阮当心自责，就亲像出外的囡仔倒来找老爸老母。主按期待对老爸老母的温情甲伊的话来得到造就，求天父上帝帮助阮今日这个礼拜，互阮会当听你伫3500年前对以色列人伫西奈山骹所设立的约，恁着分别做圣。主啊，你甲以色列人讲，着将你的话甲你的约教示囝儿，互因遵守，互阮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百姓。主耶稣，当你要离开世间的时，你嘛为着众人祈祷，就是今仔日阮所共读的这个约翰福音17章，是你为着你的学生所发出的祈祷，讲：恁虽然踮伫这个世间，但是恁无属世间。主，你真清楚帮助阮，互阮意识到，阮做基督徒了后，阮的人生要有无共款。阮也意识到，阮有分别做圣。返璞归真，求天父上帝帮助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主啊，不但伫阮心中有这种的觉醒，搁伫阮的肉体欲望的顶悬有这种的快乐，通过无共款的生活，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主帮助阮伫今仔充满侪世俗的想法的时代，阮犹原遵守上帝你的话，阮无打折，尽力最大。主帮助阮。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对阮讲话，阮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咱读两段圣经，这两段圣经的时间点，当时上帝对世间人讲的话，拢有伊真特别的伊的时间点。咱所读的出来记记，是一个以色列人，就是一个家族，对做奴才的身份，要变做一个新的独立自由的国家。犹太人出埃及的时，伫西奈山拄开始出来的是上帝对因所讲的话，恁着守我的话，守我的律例。我甲恁的约定，的确要照安尼行。爱甲恁的囡仔守，分别做圣。虽然咱活伫即世间，但是无属即世间。这嘛是主耶稣伊为着伊学生祈祷，
伫耶稣要上天的最后迄个阴暗，耶稣用约翰福音17章真完整的为着伊的学生的祈祷，不但为着2000年前迄12个耶稣的门徒，也为着2000年来所有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所以，咱既然信耶稣，咱就对伊的话、对伊的祝福中间来过一个真无共款的生活。咱来到伊的面前，咱伫今仔日有2个功课：第一，有意识到咱的生活应该甲一般的人无共款。若无，咱的信仰对咱的人生来讲有啥物利益？求平安、添福、寿嘛。但真正的上帝是至圣、至尊、是荣耀的上帝。咱的生命嘛，要因为伊来无共款。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返璞归真。返璞归真的意思就是讲，当咱出去外面佚佗，有可能囡仔伫迄个土粉的中间，倒来到厝，就规个面乌扫扫，身躯嘛太过烂了。所以爸爸妈妈就紧甲伊身躯。咱伫即个世间的生活嘛，犹原亲像安尼。咱伫即个世间有真侪的想法，有真侪的观念，有真侪无共款的生活习惯。朋友甲咱相招，少年囡仔细汉的时阵，特别查甫囡仔，当大人好亲像拢爱学食薰。所以少年囡仔出去的时阵，朋友若对一九分予你，你若无食薰好像你很不上道，你不在江湖的即种的一份子。但我伫即个世间有真侪无共款。咱要换怎样对这个世间讲，阮的是无共款的人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包括帮助咱的囡仔。我对细汉就一直咧想，我伫细汉的时阵就有一种真我家己感觉真无共款的一种特质，就是我个有小小的叛逆性。无就是大甲细拢我家己讲的啦。我伫细汉就有一寡我家己意识到我的主张，一路行到今仔日，我一直咧想讲。我的人生，我的信仰，到底有互我什么种的无共款？兄弟，咱活伫今仔日的时代，是一个幸福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文明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嘛爱足细致，因为这个时代有真侪，互咱伫人生中间无共款的挑战。虽然咱伫今仔日时代有充满真侪这个经济改善，70年前的台湾甲今仔日的台湾大大无共款。但是今仔日的台湾穿甲抓袂掉，咱若伫台湾世界，咱今仔日行嘛足有风的，毋是因为台积电，是因为咱台湾这个整个社会真正有无共款，佮进入一个全世界上重要的讲做 AI， 但是这个 AI 敢会当互咱真正的信用吗？咱伫今仔日时代，咱要怎样生活？世俗的想法，全世界的文明科技，拢咧影响。全世界的教会，你敢知影？欧洲传互咱福音的教会，欧洲、美国，因伫这一世纪的中间，差不多拦腰折半。有真侪欧洲传福音互咱的处女地，就是对苏格兰来迄个国家，因为新人因强要关起来，因的教会亲像一个咧互外国人游览的一个观光的所在那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兄弟姊妹。今仔日这个时代，教会拄着某一种的，特别是经济、科学、甲哲学的影响，所以咱甲伊称为俗世的神学。俗世毋是歹，俗世就是讲，伊来到一个土地，伊道成肉身；伊来到一个土地，伊就活伫迄个土地，伊甲迄个文化对话，伊甲迄个文化有互相的影响。所以台湾的教会无亲像欧洲的教会，但是好亲像又搁亲像欧洲的教会。台湾的基督徒无亲像以色列人，但是好亲像搁活伫以色列人的想法的内底。兄弟姊妹，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今仔日咱要安怎看咱家己的教会拄着什么种的冲击？伫今仔日这种的时代，有真侪基督徒慢慢变做又追求灵修，又追求伊内面的迄个敬天爱人的想法，但是伊无搁再有宗教，伊嘛无搁再去礼拜堂。虽然伊愿追求一种人爱做好人，人爱做良善的人，人爱追求敬天爱人，但是真侪基督徒即摆慢慢嘛失了伊感觉讲绝对爱做礼拜，这种不妥协、绝对的，人活伫这个世间呢，某一种的特别的坚持。但我伫今仔这个时代，毋是叫咱马甲这个时代生活，毋是。
所以耶稣伫伊的话中间，伊讲：恁踮伫即个世间，但是恁无属即个世间。你甲咱讲就是讲，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要跟世界上做朋友，但是不妥协，是的是，毋是的毋是。咱有关生活伫即个世间，但是咱无属即个世间，因为咱要为着即个世间发光，咱要为着即个世间活出上帝互咱的祝福，互咱的亲人嘛会因为安尼来受祝福。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上帝对咱讲话，咱每一个人拢有信仰的历程。虽然我活伫一个第四代，到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的家庭，但是我细汉的时阵，虽然戆戆信，真正信，但是我一生全部停留伫我初信的细汉的时代。人的一生拢会对着这个时代的潮流有改变，所以我一生好亲像咧回想，细汉我的阿公甲我讲的话，我的爸爸妈妈甲我讲的话，后来我入去新学院老师的是老师，新学院的老师甲我讲的话，我有甲因听，但是我无全部的话拢100%接受。特别是当我到西园的新学院的受教育的时阵，因所讲的道理，甲我细汉所受的伦理、道德，甲真侪生活，好亲像无完全一致。所以我有保留讲老师为什么安尼讲，我静静听。我一世人拢咧想，迄个无共，甲我应该选择立足点，毋是老师讲得对，嘛毋是父母讲得对，但是圣经怎样讲？这是我一直伫我人生中间咧找。我一直咧找讲，人活伫即个世间，要怎样进入到一个真正完全深层的幸福的真理。今仔日有真侪人真够讲，会当讲如何的幸福，如何赚大钱，如何安怎？但是伫人的一生中间，有甚物是种绝对会当互人进入到你甚物拢无爱甲人换，因为你已经得到一个上宝贝。你讲我欢喜为着我所得到的，我坚持到我一生的路尾，不妥协，不出卖我的灵魂。求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甲上帝祷告，求上帝圣神帮助我，真做有智慧的人，帮助我的一生会当行伫一条正确的道路顶，管到我一生的路尾。咱活伫这个充满引诱的时代，真侪人，真侪大师，对我讲，唔对我讲。最近新闻咧报台东有一个查某的可能就是咱咧讲的所谓动机，即讲即类的，惊天骇世的，伊的理论、伊的方法，伊表达的是。但是咱嘛看到讲，当伊去挂香的时阵，伊边嘛下客一大人咧对。兄弟姊妹，咱到底伫咱的人生中间，咱敢已经心头了有定，知影讲我已经得到。我嘛已经选择行伫一条有价值、佮正直的道路中。愿主施恩赐福互咱。对我来讲，我感觉我真感恩，因为我有找到。不但我是大人，后来到中年以后，上帝互我认捌真侪信仰的前辈，因的主张因的生活方式，对我有真大的改变。包括一礼拜。这礼拜我为着要甲咱分享一个伫世俗的时代要怎样活出一个分别为圣、返璞归真的这种的基督徒的生活。我嘛认真咧想，嘛认真咧找，我嘛咧想圣经要安怎会当用简单的话解说，互咱兄弟姊妹了解。所以伫咧咧准备的过程中，上帝佫互我熟悉一个新的朋友、新的老师，袂使讲新的朋友啦，其实已经拄过往无几年。这个人叫做 Kim Taylor， 这个人伊是伫美国的曼哈顿开拓一间教会，叫做救赎主基督长老教会。这个人活伫上帝有足大的睿智。当我读到伊的故事，我嘛甲上帝讨一项讲：上帝，我是一个愚妄的人，对真侪今仔日世间所讲的道理甲发生的代志，有当时我感觉怪怪，但是我讲袂清楚。恁敢捌有拄到这种的代志？无论是道德的问题，无论是你的价值观念的问题，无论是你人生情欲的问题，有真侪时阵，咱感觉怪怪，但是咱讲袂清楚。这个 Tim Berry 这个人 ，Terry 这个人，伊伫曼哈顿
迄个所在就是全美国来给咱讲世界之都啦，纽约哦 ，the best, the worst， 上好上歹拢伫迄个所在。哦，因为是全世界内的金融啊，包括科技，包括这个股票等等，伫迄个所在充满世界精英啊，这个牧师伫迄个所在做因的牧师，因感受到这个时代拄着真侪引诱甲错误的想法，包括咱咧讲的啊，就是经济论的经过哦，真侪的问题，互真侪少年人活伫趁钱，所以这牧师要安怎甲因讲话？当我听到伊看到伊的故事了后，我甲上帝祷讲，主啊，伊有的智慧我嘛要有。伊有啥物智慧？伊对圣经有坚持，但是伊对人无采取种责备、审判啊甲审判的字眼。伊对伊身边无共款有无共款主张的人，伊有包容，但是对身边这无共款的主张，伊提出来，真简单对圣经内底原则，真温柔陪伴遐少年人。甲伊身边的基督徒，兄弟姊妹，愿所有的教会拢享受这种伫真理内底的满足、满足的喜乐。这个人就是伫我一生中间一个真要紧的人。这个人甲我一个祈祷讲，什么拢无爱，敢若爱上帝；什么拢唔惊，敢若惊上帝。这个人叫做约翰卫斯理，江卫斯理这个人，伊嘛影响一个真出名，咱昨伫个别社所唱迄条《奇异恩典》迄条歌。的作者 John Newton， 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阮，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这个人伊伫一生中间最后一句话，伊讲：我感谢上帝，我一生何等的甘甜，我一生实在是太好了。为什么好？因为上帝伫我一生陪伴我。当我目睭要开，我感觉心安，我感觉没有遗憾。这个人的一生是真精彩的人，这个人一生为着上帝来活，但是伊一生其实毋是为上帝来活，是一生上帝点伫伊的生命中间，伊来活。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都有一份没有遗憾的生命，伫圣经中间叫做满足的喜乐。愿上帝守护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对少年嘛是安尼感觉，对中年嘛是安尼感觉，叫老人。目睭要开就嘛是安尼感觉，无简单。少年的时阵会满足较简单，玩具都有啊。但是到中年的时阵，这个玩具无够太单满足咱，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玩真的，所有的玩事业，一定要伫事业顶悬有成就的人，伊才会感觉。那安尼你选择什么是你一生的事业呢？人到一生要结束进前，这个拢过去啊，敢毋是？无论你过去的态度，无论你过去的学历，无论你过去的经济，甚至你所欠伫银行遐的钱，咱嘛带袂走。对少年到中年到年老，一生拢有满足的喜乐，何等的福气！因为咱的信仰就是安尼甲咱讲。愿上帝伫今仔日的圣经对咱讲话，帮助咱的兄弟姊妹。当咱伫社会中间讲听到的侪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甲侪想法，咱无急力做选择，爱真做有思考能力的人。今仔日的 AI 惊死人，但是若袂晓用 AI 的人，伊就是一个袂晓用审判、判断能力甲思考能力去使用 AI 的人。因为 AI 无100%拢对，咱要有判断能力，通听讲伊讲的是对甲毋对。我举一个例，我真敬畏的一个老师叫做宋传成牧师，伊是全世界中间真出名的一个神学家，伫全世界真出名。我若出去国外开宣教会议的时，有真侪人拢甲我讲，我捌读过恁台湾有一个牧师叫做宋传成，伊的册啊，就想要甲我讨论讲，迄个老师所讲的是啥。其实伊的册我读无几本啊，但是伊真正是一个真伟大的思想的神学家。伊捌来访问咱的教会，啊，我嘛有机会通过安尼甲伊倾谈，甲伊交陪。啊，我真好奇，即个人伊家庭是出伫啥物家庭？啊，我所以Google讲，想要知影讲伊的出身是啥物？其实伊出身是一个足平凡的啊，一个做工人的家庭。啊，但是因为伊外国太出名，所以伫台湾吼，即个Google找无啥会着伊。少年的时阵，伊的母会伫倒伊啥物人？
我就用 AI 去问啊，因为伫谷歌无好找。迄个 AI 就甲我讲，哇，你即个问题是讲了足赞。即个人是亚洲足出名的神学家，伊是一个韩国人。我就甲伊讲，你咧臭屁，嘿，伊唔是韩国人，伊是台湾人。伊就转过讲，啊，对，我误会了这个字，应该他是一个台湾神学家。我讲这个笑话唔是笑得过。咱若无思考的能力、思考的习惯、判断的能力，今仔日个 AI 常常变做另外一个上帝呢。兄弟姊妹，咱活伫这个时代，求天父上帝赏赐咱，真正跟着主耶稣，真正有判断的能力，也有选择的能力，嘛有主张的能力。求天父上帝帮咱今仔日礼拜，我无题目无用这个做题目，因为尊重上帝的话，出来记笔讲，你们要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初生的果子，初生的大囝，羊条来所生第一只羊。因拢甲伊当作是第一份的礼物，毋是我摕来遮摕来用。所以第一出来吐水的，头水的，就是上好的、上有价值的，先献予上帝。伊讲分别最圣归予耶和华，但是伫这个所在，我要甲咱讲分别最圣，其实是两句话：分别最圣，返璞归真。返璞归真就是讲，咱伫外面江湖流浪一段时间，咱重新倒来到伫原来迄个单纯清气上，叫做做清气的心，有重新有正直的心。圣经为什么安尼讲？就是这个意思。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我要甲咱讲两项。第一，归予耶和华最圣洁的百姓，分别最圣。伫今仔日个圣经，伊是出来记了后，犹太人来到旷野。伫迄个西奈山骹3个月，上帝颁布伊的印刷，甲伊的誓约，定契约，有伊的条例，有伊的规矩。伫迄个所在，伊讲，摩西甲亚伦，恁来去甲你身边的兄弟姊妹讲，因是归伫我犹太人，对今仔日开始是属伫我的百姓。伊讲做祭司的国，祭司的国的意思就是讲，要伫这个世界。来代表上帝，这些意思就是伫这个世界来代表上帝。伊互人通过伊看到上帝。这是伫原本的这个圣经的中间有一个伫拉丁文，伊叫做造桥者。造桥，咱听有无？铺一条桥，互人通过我的信仰，行去到上帝的面前。兄弟姊妹，咱一生有使命，咱一生有责任。咱一生嘛有真尊贵的态度，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二章圣经伫约翰福音17章，拄则牧师甲咱解说。约翰13章到17章是耶稣最后要离开世间迄暗所讲的话，所讲的祈祷。13章到16章是耶稣的讲道，17章是耶稣为着伊学生的代祷。恁读的时阵，你来用第二人称来读。就是耶稣所讲，互别人听的，其实就是要讲互你我咱听。虽然咱无伫现场，无伫2000年前，但是约翰所记录这些话，就其实就是咧甲千秋万世、世世代代基督徒讲，古早耶稣讲的话，今仔日耶稣爱我讲互恁听。求天父上帝帮助，耶稣讲安那？伊讲我无属这世间，所以恁就爱亲像我。嘛无属这世间，我来到这个世间，但是我无属这个世间，所以恁踮伫这个世间就亲像我，是活伫这个世间，活伫这个世间，毋是无路用，咱来出家食菜。信仰耶稣无叫所有基督徒拢出家食菜，无，伊甲伊讲，恁活伫这个世间，做光做盐，因为咱活伫这个世间，有咱活伫这个世间的使命。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这个礼拜，耶稣阁为着伊的门徒祈祷，伊讲愿你，这个你是指天顶的上帝。耶稣为着伊的门徒甲天顶的上帝祈祷，讲求你用真理，互因得到清气。圣洁的字本身有清气的意思，圣洁的字有无共款的意思，圣洁的意思有尊贵的意思。所以愿天父上帝用伊的真理。就是圣经中间对头到尾所讲的这话，兄弟姊妹，咱做礼拜听讲道，
唔通断章取义。因为是咱真容易互牧师中间的一句话感动，但是就听头听尾，无听尾。有当时咱就通进入到家己咧思考，迄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咱就听无到后壁大。圣经上惊就是断章取义，咱来听头听尾，爱整个完整。所以，假使你伫礼拜中间无真煞拍听牧师一直讲落去，你咧想你的问题，唔免烦恼，牧师袂甲咱责备。因为是圣神要特别对迄句话，佮继续讲牧师讲无了的话，所以这毋是一个规矩，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求天父上帝用伊的话，互咱知影讲，咱所听的经是甲外面的经是无共款，咱所得到的智慧是甲外面的哲学无共款。哲学是人的知识，哲学是人的道理。哲学是人的想法，但是神学是上帝的话，是上帝的想法，是上帝的真理。所以哲学甲神学是无共款。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个时代，主耶稣讲：我为着恁家己的缘故，我家己分别做成。这是我今仔日第一个要甲兄弟姊妹讲，为什么家己分别做成？家己分别做成的意思，就是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的觉醒，家己这个意思特别强调，就是讲，我是一个选择无共款生活的人。所以耶稣嘛，甲伊学生讲：我原本是上帝的囝，坐伫天顶，但是为着恁的缘故，我来到这个世间，总是我嘛为着恁的缘故，我家己成圣。伫这个所在讲，恁嘛爱学我，有意识到，恁甲我的关系了后。恁的人生要无共款，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了解，嘛伫主的面前讲，主我愿意，从我信主了后，我愿意我一生是无共款的。我嘛伫你的主张中间做我的主张，伫这个世间虽然有真侪的主张，我好亲就伫因中间拢互因笑讲，恁做基督徒真戆。但是伫信仰的中间会价值选择，世间人看做戆，但是咱看做宝贝。因为咱所在、咱所选的路是一条永远的路，是一条可长可久的路。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学习有一个习惯，互上帝对咱讲话。当上帝用伊的话对咱讲话时，就是咱人生要开窍的时刻。当上帝用伊的话对咱讲话时，就是咱人生开始要产生甲上帝对话。水月老师昨日分享就是安尼，以前我咧读话拢是咧甲上帝讲，我的祈祷拢是咧甲上帝讲。但是后来慢慢我才感觉讲，信仰毋是干那甲上帝讲，是听讲。然后我就发现讲，原来上帝伊真正的主张是这种的意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每一个跟对耶稣的人拢幸福，到咱一生最后落尾。目睭要开顺，咱是充满一个期待，讲做人生真精彩，搁来搁较精彩。人生真精彩，但是搁来搁较精彩。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阵我目睭若开，其实我是一上天伫上帝你施恩宝座的面前，我的人生是另外一种的开始。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个礼拜，分别做成的意思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这种的模范是对咱所信的耶稣，所以咱活伫这个世间，就爱甲人无共款。无共款，毋是因为你穿衫无共款，你头毛染做无共款的色。人的无共款是发自于内心中间，咱的生命的智慧，咱的主张，咱的品格，甲咱的态度。兄弟姊妹，咱伫这个世间无共款，是因为上帝将伊的无共款放伫咱的内底，咱自然之人才有能力通无共款。一开始牧师甲咱讲，至圣至尊的上帝，上帝若将伊这种至圣至尊、荣耀、宝贝的画面放伫咱的内底，咱自然之人就有价值，不是有价码，有价值。伫咱的人生中间，咱就加做真有价值的人生，毋是伫
迄个百货公司吊伫遐咧卖的衫，伊吊一个牌，然后讲一领衫要卖几两银，毋是。咱将做一个有价值的人，伫一个人生，对家庭有贡献，对社会有贡献。咱回应上帝，互咱来到这个世界。所以第一，我要甲兄弟姊妹讲，想即句话。耶稣讲：“我家己分别最圣。”我嘛要甲兄弟姊妹邀请讲，恁爱想好，恁来甲上帝讲我愿意。家己的意思就是自我的选择、自我的觉醒、自我的决定。这是一种的意识。然后我伫这个世界，每一个人拢有一种的意识。有的人意识是负面的，有的人意识是太高了，骄傲与自卑。但是咱的意识是毋是看甲拄啊好？看我家己真做一个拄啊好，就是上帝目睭伊看我做宝贝，安尼就够野。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家己分别最圣。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你要离开真正。你拢甲上帝讲，对今仔日开始，互我顶头生，互我生命无共款。兄弟姊妹，帮助你的囡仔，帮助你的囡仔。当你的囡仔若拄着困难的时阵，今仔日我讲的这个故事，这个人叫做Tim Berry， 这个牧师，伊讲唔通用责备的话，唔通用迄个审判的话，唔通甲伊定罪，你会当温柔来甲伊讲，但是你爱。学上帝的话，你才有能力通讲会清楚。若无，就算你有上帝的话，无圣经的帮助，有当时你讲的话，对方嘛无一定愿意听。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上帝圣神摇动你的心，你对心中讲：主，我愿意，我愿意选择过一个分别最圣的人生。对今仔日开始，我所讲的话无凊彩讲。主啊，对今仔日无好的想法，我无爱互伊入我的思想的内底。主啊，我的手对今仔日开始无爱做迄种无应该做的代志。兄弟姊妹，分别做成了后，你就会有所为有所不为。无论是伫公司，无论是伫教会，任何已经归上帝的，无论是钱，无论是所有的一切，你都毋敢随便甲伊偷，甲伊拍垃圾。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毋是别人甲咱感动，是咱心中讲，我要家己选择。无人甲我指导，无人甲我感动，我犹原是照安的信息来过我的一生。主帮助咱，咱若无圣神的帮助，咱无人会通安尼到安尼一生，无跋倒，无做毋对。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耶稣所讲的话太宝贝。伊讲为着恁的缘故，我家己分别最圣。兄弟姊妹，为着你的囡仔缘故，你嘛爱家己分别最圣。做中级的兄弟，咱甲牧师，咱伫教会内底爱为上帝缘故，嘛爱分别最圣。做老爸爱有老爸行，做老母爱老母的行，做牧师爱牧师的行，做长老做中级，敢爱有做中级甲长老的行？必然是安尼，敢毋是？连咱厝边嘛，甲咱讲，恁基督徒伫阮的目睭来看，应该是甲阮无共款的，应该到为这个社会标准，敢是安尼？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无骄傲，但是伫这个世俗化的冲击，伫真侪今仔日个以人为尊的观念，以人为尊伫信仰中间是一个真重要的课题，但是嘛是一个真挑战的一个真挑战的问题。伊重要的是人毋通看轻家己，因为咱是上帝宝贝仔囝。但是以人为尊，就是讲人袂当看家己超过天顶的上帝。伫上帝面前，你爱永远爱知影，独独伊是上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以人为尊的意思，咱不卑不亢，伫上帝面前选择真适当的态度。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意识到咱家己伫今仔日的人生中间，咱要过无共款的生活。兄弟姊妹，为着你的囡仔过清气的生活，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将来恁的囡仔是上帝手中宝贝，那一个展露光芒的迄个荣耀的华冠。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我所讲的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就用约曼哈顿伊的名，其实毋是叫做 Tim 啦 ，Tim 是一个简写的提摩太的意思。Timothy 就是提摩太 ，Tim Berry 这个人，伊写几本册，虽然我也未读，但是我听伊的故事了，我决定，若有机会我要来读伊。对通过读册会当认捌真侪好朋友，对通过读册会当认捌真侪好的老师。咱讲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今仔这个时代真正是安尼啦。你买册满规处经，但是不如你安那去甲下载迄个节目来甲迄个chat。但是爱细致，因为亲像我拄则所讲的故事，伊嘛会甲你糊弄呢。因为大数据无代表是绝对的真理，伊是一个统计学出来的结果那条。人爱有能力读有，人爱有能力通判断。人爱有能力通判断甲读有的理由，是因为人内底有上帝圣神，人内底有上帝圣神，咱自然而然就有判断的能力甲读有的亮光。若无上帝圣神，人若无尊上帝最大。人心中就无上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这个人讲我为什么这么样的相信？因为今晚咱做基督徒有所为有所不为，就亲像这本册册名。我所相信，我信故我在，我思故我在。你捌听过这种册名无？我所信，我所思考的，这个观念就叫做我挖出来的观念。太侪这种的册摕来教，册开读会了。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虽然无一定读会了这个册，但是若有圣经伫你的内底，兄弟姊妹，迄个感动咱家叫做土法炼钢。但是迄个感动太重要。土法炼钢就是上帝伫人的内心，互人有良心，伊发觉，伊觉醒。所以，的圣神的感动对人来讲就是一个直觉，但是若是正确的直觉，对人来讲是非常的可贵。唔通看紧家己，就算做咱无经验，就算做咱无学历，但是若有上帝圣神甲咱三合伫底，有时囡仔人所讲的话赢过老师所讲的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就是回归正确、货真价实、100%正确圣经所讲的话。所以，咱咧读圣经，咱咧分享圣经，咱咧领受圣经，咱期待就是会当听一个货真价实，圣经真正是安尼讲，我愿意真正安尼生活。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圣经必得耶稣的学生安怎听耶稣所讲，所以耶稣讲：“我为着恁的缘故，家己分别做圣。”必得就听到这句话。伊讲：“我所跟对耶稣是圣的。”伊的天父上帝是圣的，所以我嘛爱安那追求圣洁的生活。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做决定，伫咱的一生的中间，毋是为着别人，是咱心中欢喜甘愿。咱讲我就是要做这种的人，毋免别人甲我交代，我就是要做这种的人。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分别做圣有3个真要紧的态度。第一，上帝你做主。主权的转移，上帝你讲准绳，你所讲的话就是圣。伫外面社会所听的智慧是俗，圣甲俗爱好好对话。因为上帝对台湾的文化讲话，圣洁是会当互人明白文化伊稳重的对甲毋对。文化毋是绝对拢毋对，文明嘛毋是绝对拢歹。所以对西方来到台湾的教会，敢有甲欧洲共款？某一个程度共款。但是嘛有无共款，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无亲像犹太人的会堂，咱嘛无亲像天主教迄种的礼拜堂遐尔华丽。但是咱因为甲耶稣基督，跟对耶稣基督，所以无论心中的教会拢很相像。无论心中的教会拢相像。第二个目的就是，咱的人生会有改变。分别做成咱的人生，咱的人生价值观念是为什么来活？耶稣讲：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生命，有什么利益呢？对今仔日开始，咱的人生毋是干那为着糊口，会当一顿食饱的能力，
对今仔日开始，咱的人生是为着有一种亮丽的征战、亮丽的神的使命。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最后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对今仔日的话无搁再是我。恁会记这句话无？搁落去安怎讲？乃是耶稣基督踮伫我内面的话。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对今仔日上帝的性情、上帝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伊会搁我的灵踮伫我的内面。所以我活出信望爱，听讲道是为着要活出来，毋是要做参考，毋是要做理论。求天父上帝帮助咱，除了耶稣以外，咱无别条路。这个 Tim Berry 这个牧师，伊虽然将咱捌用伊的话来指责，遮伊的边仔无共款理论的人，但是当这人讲了因的主张了后，伊会用引导的方式。也抛出一些问题，和少年人和伊的朋友，会当去思考讲伊的问题原来有另外一个面向。你知这个方法无？这叫做对话。当我有我的主张，但是若我的老师将无共款的想法抛出来，伊无否定我的想法，伊引导我，我真爱这种的老师。我嘛甲上帝祷讲，主你赏赐我能力，互我有能力甲伊共款。他能包容很多不一样的年轻人，但是伊无放弃对这年轻人讲诚实话，讲货真价实的真理。兄弟姊妹，咱拢无亲像这样伟大的老师，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简单过生活的人，就是照着上帝的话，很简单，实实在在，是的讲是，毋是的讲毋是。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二，我要甲咱讲，你的家庭、教会、神学院，拢需要这种的改变。无论是你的家庭，无论是咱的教会，无论是神学院，拢需要分别做成返璞归真。伫神学院咧教这老师，有时嘛会失觉察，虽然因的神学的学历拢足悬，但神学院的老师嘛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人生中间的。兄弟姊妹，那不是特例，那是人性的必然。为什么？我老师前古早啦，因的前辈就留落来，人伫人生三项事顶悬，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你捌听过无？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有无？较敖读册的人，面对三项代志：情欲、金钱、甲名声地位、权力欲望，这三项代志，有几个人抵挡得诱惑？兄弟姊妹，无人。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这就是这个信仰的奥妙了。无人会当赢过这三个应用，但是若有上帝圣神伫我的内底，我就有能力。这咱就是信这种的能力，咱就是信这种的道理，咱就是相信讲，当我也未受到引诱的时阵，上帝的圣神、耶稣的保护，就甲我保护掉咧。所以有时我会跋倒，但是我无跋倒，毋是我敖，是因为上帝甲咱保护。也这你需要，我嘛需要这种的上帝，会当保护咱，会当引出咱的囡仔。愿天父上帝帮咱，耶稣有着因的学生记得讲：你们活在这世界上，但却不属于这世界上。也再讲互你的囡仔听，你嘛爱安尼用你的生活讲互你的囡仔听。有一个笑话啦，教会吼有一个家庭啊，伊的囡仔问因爸爸讲：爸爸，你安尼遮尔无用啊，常常甲我讲，你拢咧为着家庭的将来的幸福，拢咧应酬哦。爸爸，什么叫做应酬？伊的爸爸就甲伊回答讲：应酬就是你无愿意做的人，但是你无愿意做的代志，但是你不得去做。所以礼拜日透早，爸爸妈妈甲伊囡仔穿衫穿好势，要送去迄个教会上主日学。迄个囡仔甲爸爸妈妈再见讲：爸爸妈妈，我要来应酬。或者，望咱要用安尼陪咱的囡仔，咱要互咱的囡仔欢欢喜对外面的教会门口跳入来，因为伊感觉去教会是一个快乐的代志。祝福咱快快乐乐过咱的一生。我深深相信，我嘛深深经历，咱的上帝是这种的上帝。上帝帮助咱，
咱无属这世间，亲像耶稣无属这世间。兄弟，意识到你是宝贝，意识到你是基督徒，意识到你是耶稣用伊的生命所换来宝贝的学生。咱做伙来祈祷。主帮助阮分别罪性，返璞归真。主帮助阮分别罪性，归入上帝你的圣尊名。主帮助阮分别罪性，意识到阮的生命可贵，意识到阮已经互主耶稣所敬，做你宝贝的囝。阮感谢你，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吟圣诗，来应答上帝的听。圣诗155首，我心慕真理的神，请咱起立吟全首。我心慕真理的神，与你应听我来明，叫起我心马道理，耶和华免别献祭。我心慕听堂的心，由你应听我来明，手持也袂求罪业，心思会变圣洁。我心无平安的心，由你应听我来明，洗净骄傲心袂清，踮你心的平安念。我希望愿灵的心，由你应听我来明，保证路暂袂会在，
这请坐，请咱准备心来奉献。亲爱的，这咱用这首诗歌来做咱的祈祷，为咱家己，为着咱的亲人，求主用伊的听安慰咱的心，求主用伊的听扶持咱，求主用伊的听改变咱。耶稣听你，愿主的听充满伫咱的心内。你心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救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主，阮感谢你，因为你会听这诗运行伫阮的中间。阮伫礼拜中，互你的听来抱伫你的行程。主，阮知这个听是真实。主，阮为着阮中间有人破病，有人倒床，有人出外。主，因心中若有看路惊吓不安，主，愿你的听，成做因的扶持。主，你进入因的家庭，主，伫因的内心。主，当阮失去亲人的时，主，你用你的听安慰阮，互阮知爱是永不止息。主，无任何事、任何的人会当隔断你对阮的听，这是阮所确信。阮伫你的面前，为着阮的士大人，阮中间的长辈来祈祷，求天父上帝照顾阮的士大人，互因每一天的生活有平安喜乐，互因出入卡顾财务会当稳定无着达。主，帮助阮出外的囡仔，伫外面的生活中间有主你的听的扶持，互因无孤单，互因嘛无追求迄个无适当的听。主，互因会当伫你的听的中间来得到保守。
因会当听家己，因嘛会当听别人。主帮助阮的教会，成做一间互你会听所扶持的教会。得时不得时，主你会听伫即个教会中间来施行上帝你的救恩，互人得到帮助。转伫你面前，用即个时光做阮的祈祷，因为阮深信，当阮祈祷的时，求就互阮，找就拄着，拍门就甲阮开。阮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甲咱身边的兄弟讲，耶稣听你，咱甲咱身边。我来甲咱介绍一个家庭吼，特别是咱住伫二林的兄弟，拜托恁会当熟悉即个姊妹吼，陈曼红姐妹吼，伊住伫二林吼，咱若住二林的兄弟，咱甲伊熟悉吼，欢迎吼，请坐，请坐。昨伊的先生伫咱的教会举行即个告别礼拜，吼，所以伊的大查某囝、二查某囝，拢伫咱中。拢陪妈妈不但伫即个告别式中间，因的牧师亲自对台北落来到遮主持即个礼拜，吼，完成即个告别式。今仔日伊的家庭的亲人陪因来到咱教会做礼拜，吼。牧师要甲咱邀请，你若无去嫌，你若愿意，即间教会会当成做你的教会，吼。即个教会伫即个所在，你有怀念，因为昨咱伫即个所在，将你所听的亲人交给上帝，吼，所以伫即个教会就亲像有形无形中间所有亲人，拢甲咱做伙，吼，欢迎你来，吼。兄弟，咱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咱请即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咱为着生日的人祈祷。咱同心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吼。主，阮求主你照顾遮个生日的阮的姊妹，纯真上恩，照顾阮的兄弟新进，照顾阮的姊妹雅慧、雅珠、雅明、守正、恩循。主，每一个生日的人，拢期待伫你的圣殿，对你来亲自领受你生命的祝福。主，求你用油抹伫因的头壳顶，主填满因生命的杯，互因出入得到上帝你的高手。互因伫人生中间谈着主你稳定的滋味，阮恭敬将因为着因祈祷，求天父上帝施恩祝福，互因伫生日这个时间，因心想事成，伫上帝你的面前，因私底下的祈祷，求天父当作施恩祝福，互因得到帮助。阮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咱遮师会来报告，吼，遮师会。这是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咱的周报。顶周的聚会，主日礼拜出席67人，现金8460块；主日后10人，现金535块；祈祷会5人。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早起时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三暗8点，伫礼拜堂；查经班早起时是9点。因时是暗时7点半，线上欢迎兄弟来参加。圣港的服侍下礼拜聚会，请吴素基长老，领诗请郭一玲执事，司琴请陈千义姊妹，主献是尤丽芬执事以及郭一玲执事。爱餐咱要请李淑晶姐妹。新眼光的读经，请咱照这个顺序来灵修，咱即季读到列王记。具体交通：第一，7月初2，中华中会秋季议会伫中基国际会议厅举行，请代议长老出席。请兄弟同心为着即个议会来代祷。第二，7月初5是后礼拜主日有圣餐礼拜。请大家准备心来参加。主日爱餐了后有定期的中级会，请中级准备心参加出席。第三，8月16是咱今年度的野外礼拜，
咱要参访北部的宣教历史的景点，淡江中学甲宣教，即个宣教师的梦园，咱要伫遐听到北部宣教的故事，请咱来报名来互咱安排交通事项拢会当顺遂。第四，请咱继续为着生日的人来代祷。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也是有出入的，才按过价人员来捐赠。代祷的事项，第一，咱继续为着身心欠安的转人聚以及教会所有长辈因的健康平安代祷。第二，咱嘛特别爱为着咱的青少年心身连课业、升学、考试，特别过来暑假，因有一个真长的期间，咱嘛为着因伫暑假的生活，咱来为这青少年来代祷。第三，为着适婚青年的婚姻来祈祷。第四，也为着出国在外的青年，有刘玉明、林怡轩、刘义军以及陈恩军为咱这青年来代祷。报告以上，请咱三甲来吟上营圣诗50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曾牧师祝祷。荣光圣父上帝，荣光圣亚圣诗三位。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默祷闭会。